咁首先咧，其實有好多人咧對於拖延一件事咧，佢會點樣咧？佢會覺得係因為自己冇行動力、冇意志力，咁所以咧就做唔到一件事，就覺得自己好差冇即係冇信念啊等等嘅嘢。咁但係原來其實唔關事，係因為關我哋個大腦作祟。即係咩意思啊？因為原來我哋大腦咧入邊有個部分咧叫做伏隔核，咁伏隔核咧其實係令到我哋行動嘅契機嘅一個部分嚟嘅。咁只要我哋刺激到呢個伏隔核咧，我哋就會能夠令到我哋有所去行動，踏出第一步啦。咁但係因為我哋人嘅大腦咧係好驚麻煩，所以咧我哋唔係面對生命危險咧，我哋都唔想作出一啲改變。咁但係我哋點樣去打開呢一個伏隔核咧？咁好簡單，就係行動。咁何謂行動咧？咁首先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下關於我哋如何去行動嘅心態啦。咁第一樣嘢咧，我哋就叫做10秒行動。咩意思咧？即係如果你好想做一件事情咧，通常咧我哋都會係好擔心踏出第一步。咁咩叫10秒行動咧？舉個例子，例如你好想做運動講咗幾年㗎啦，一直都冇做到。例如你想去跑步啦，咁你可以點樣做咧？其實你係可以跑步之前你要做啲咩啊？你要換件運動衫啦，換條運動褲啦，然後着對運動鞋去做運動啦。咁哪怕你換咗件衫咧，10秒鐘嘅事咧，就算你換完你唔想做運動都好咧，其實呢個已經係能夠令到你有一個行動嘅契機去開始咗先。咁所以你只要有呢一個行動嘅契機開始咗先咧，其實就能夠令到你唔會再係呢一件事係遙不可及嘅事啦。起碼你撳咗個 start 掣，起碼你行出咗一步先。咁第二樣嘢咧，好多人咧點解會唔想做一件事咧？或者佢開始咗做，但係持之以恆唔到落去咧？咁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咧有一樣嘢咧叫做佢會好擔心行動失敗。咁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，其實大家可以點樣去 tune 翻呢一個心態啊？以一個一流嘅棒球手為計啦，以日本嘅職業棒球手咧，原來佢攞住嗰個棒球棍個擊中率咧，講緊咧30%已經係一個一流嘅選手嚟啦。咁如果2成或者2成半咧，已經係一個好叻嘅棒球手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如果你今日做5件事入邊咧，其實你只要有一件事咧，你係 work 嘅成功嘅，其實某程度上咧已經係能夠令到你有一個唔驚失敗嘅一個想法啦，或者嗰把量度嘅尺啦。因為我哋過往咧好得意，我哋好多時咧都好想做啲嘢咧，好完美主義啦，好想我做10件事都10件事係好，或者甚至乎10件事起碼有7件8件事係好啦。但原來一個一流嘅棒球手咧，只係講緊五個擊球率入邊咧中一個咧已經係好叻㗎啦。咁我哋可以嘗試用呢個心態去面對啦。咁另外啦，仲有一樣嘢想分享咧，就係點樣將我哋想做嘅嘢咧變成一個習慣。你可以將一件事咧，將舊有嘅習慣咧賴落新嘅習慣嗰度。例子啊，例如可能我每日朝早咧我都會斟一杯暖水飲嘅。咁我捆綁咗一個新嘅習慣就係我飲完杯暖水咧，我就會選擇打開本書，掀開一頁去睇。一頁講得好快啫，即係可能都係3-2分鐘嘅事嘅。咁呢一啲就叫做舊有嘅習慣，捆綁新嘅習慣，咁就能夠令到你可以即係容易啲去達成一啲新你想做嘅事情啦。點樣可以能夠令到我哋再有行動力啲去做一樣嘢咧？咁有樣嘢咧就叫做我哋唔好用目標行動，我哋用一個行動作為目標。目標行動舉個例子，例如有啲人會話好想揾到一份工喎，1個月內可唔可以揾到嘢做啊？咁樣咁。佢就好容易將嗰個目標咧擺喺我要揾到嘢做上面。咁但係咩叫做作為一個行動目標，唔係目標行動咧？如果以行動目標為計嘅，就係我今日要 send 三份 CV，或者我平均每日咧我都要 send 3份 CV。呢一個咧就係關於你行動上面嘅目標，而唔係俾個目標咧去掌管你行動啦。咁我再舉個例子啊，間房好亂嘅，你可以將我要打掃房間變成我要抌10樣嘢。例如你經營緊一門生意，例如可能你係一個有一個 social media 咁樣啦，好似我咁樣啦，可能咧你由每日都出 post 變成咧我每日要諗3個 post 嘅 topic。咁樣做咧就唔會導致到你階段性去失敗咯。